都市生活節奏急速，智能家居令到每次返屋企都變得更輕鬆寫意。特別係屋企有長者同小朋友嘅時候，燈光問題往往成為一大困擾。每晚摸黑起身去廁所，唔記得閂燈，開關又操作不便，呢啲看似微小嘅問題，其實隱藏住潛在風險。最令人困擾，莫過於係月尾見到飆升嘅電費單，真係令人心痛。MeLight 藍牙微波感應燈光系統，專為現代家庭而設，集智慧、安全同節能於一身。產品採用微波人體感應技術，當有人進入感應範圍時，自動開燈；離開時自動關閉，反應速度極快，只需0.3秒即時亮燈，提升日常使用效率同安全性。燈光系統可以根據設定嘅時間自動調整亮度或者關閉，特別適合經常唔記得閂燈嘅長者同埋細路，大大減少能源浪費。配備夜間模式，提供柔和唔刺眼嘅光線，確保夜間活動唔影響睡眠質素。免動手開關設計，能夠根據人體存在自動開關燈光，全面照顧行動不便嘅長輩同埋冇辦法觸及牆身開關嘅小朋友。系統具備優異嘅節能效能，透過自動調節亮度，可以節省30%至50%嘅電力消耗，真正實現環保同經濟雙重效益。採用藍牙5.0 Mesh 網絡技術，允許多個感應器連接組成穩定智慧照明網絡，即使喺冇 WiFi 或雲端連接嘅情況下，亦可以正常運行，確保系統穩定可靠，運作流暢無間。呢個智能照明方案非常適合安裝於臥室、浴室、樓梯、走廊同玄關，仲有大門出入口，全面提升家居照明品質同安全等級。MeLight 精緻照明，用科技守護每一刻嘅溫暖與安心。